我平常像我都会有的庙会还是什么，他们都会抢来去串场。我的师傅啦，一共阿秋，你是不是可以出来做这个康乐队？我说康乐队，我从来也没做过，我怎么去做这个康乐队？说没关系啊，你就出来面看看世面嘎米好。81、83、84这3年真的旺，我平均的话我要接着10场、15场都 OK 了，一个月。客家1万錢，前一天跟北公，所有的这个地方北公、太庙都要拜拜，每一场都很辛苦，因为都是要这样的工作量嘛，就要跟煮啊，跟北公万神啊、土钱啊，因为做党主提会，做多年他给你10包的、2块的、那块，每一场都很辛苦。因为你如果没有做过，第一没有做过，或者是说你不懂这个习俗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做呢，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工作啊，用做都唔对啊，新娘房的那个所有的要我们去跟他布置，要跟他讲好话，所以你看，那你看还要牵着新郎官去他的祖先那边拜拜，那就是拜祖，还要金灯。我们客家人有个灯，譬如说小范家是姓范，他要写一个范，后面是就4代兴隆。另外一个也是换一面那就百子千孙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只能在客家可以看得到，闽南村没有办法看得到，真的很杂。如果是闽南的5台车，他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这是客家人的特色。民国90年就上志工的课。去上课，也个去书院拿到俺的呢志工的手册，所以呢，我一直拢替父母也个撒去。菜初阿公阿婆拢有啦，拢有做啦，但是呢。天多好生意，贵少的所以讲要传承。以前老古传下落来的，咱的客家的所有的文化。我新北乡有7村，各村只要有需要我的时日，伊都要来请来，我都尽量来去做个父母，尽量去争取。也个福利，提做一个志工，我无提讲一天用乜个回报，我人会做，但是我各有我的同情心、同理心。流行感冒的拢爱做。若75岁以上会当来佮加做一支，顾咱的细胞的，迄一世人会当做一届就好啊。袂使食槟榔袂使食酒对唔对？这啥物人？做八戒啦，猪八戒对唔对？猪八戒算较大，后尾2起的较大，还是这个较大？这较大。俺哋去送传呢，也个创意人迄个老人家阿伯白梅花，俺哋就去申请来居家护理。给他那个茶花酸耶，变落去呢咩？变落去。放倒的啦，放倒的啦，放倒的。咩？有开刀啊！弄黑咩？我们有一个计划，就计划的话，我们去回馈社区，如果有去回馈的心理，你看，每一个去的时候，他们都
就是同爱个有互动嘛。那表示爱平常都有跟他们去互动，他们那些他们会想说，我们希望希望个节目的困难呢，我可以带动他们，因为我有我专长，我可以唱，我可以讲，我可以跳，那就把他们可以带动起来，那让他们的心情还有他的身心就可以调试一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水生，分享时间今日暗香风法吼。相信大家呢，台湾看到个样片以后，都提讲，因今边呢，叫唱到的马萨都会个样片地度呢，个主角吼，主角吼，就今边叫唱到节目当中个阿秋子吼，先来分享佢阿秋子吼。主持人好，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阿秋子哦，当然是每人爱看哦。台湾看到个样片当中啊，除了唱歌的啦、主持节目发动以外哦，还个去服务当到人哦。听讲阿秋子迄个新鼻乡吼。无一个人无说是无安尼讲主持人哈，因为有安尼上工吼，有时间吼，有安尼体力吼，出来为安尼乡亲来服务，乡亲呢又需要伊出来寻讲，来提一个盼望嘅事情吼，譬如讲一个。个多安尼，个辛苦的人家吼，也是讲老人家像一点人迄个吼，甲安尼都要配合安尼撒去来提一个送传吼，送本也老人家是吼，个一个安尼有安尼福利，安尼政府本安尼一个乡亲的福利，有时一个乡亲唔伫政府机关。又要判一个福利，来同人哋乡亲来一个宣导，譬如讲状态伤害，或是讲意外事件，或是错无法度工作，无法度赚钱来协一个家庭，所以呢，人哋就嚟各个村判公司，村公司或是讲民众可以到人哋嘅乡公所。来一个申请，新鼻乡有样吼，差不多13个93拢对有措施吼。有人是讲，hem讲，就只贵起吼出来现乡种哦。有哦，乡种，咁啊，好马路代表吼，村长吼，我哋讲吼，我爱父母乡亲吼，其实我唔是讲我来选一个公众人物，一个政治人物。其实我哋几多嘅时间，也是讲有安尼体力，有安尼经济，可以讲去提父母，提天数，提帮忙，冇一天讲。做到政治人物，譬如我要村长哦、代表哦，还有我要做乜嘅，我那有法拖提嘅，某一天。我哋讲啊，青年班，要创业嘛，一般嘅呀，拢是水果嘛，饼干嘛，烤干嘛，油啊、米啊，这也所有东西也公平，拢系是一般嘅。家庭拢用得到，尤其在一个家庭个蛮好诶，个大事业诶，或是讲伊本身都无家族，无投资业，无生意咧，无嘛是啥，那我就会对安尼较有提安尼注意，然后我要提我撒起父母，一整日有400。拜六，咪拜六，都9点到12点，就会去做宣导，或是说讲一个安养院，去追求宣导。台湾嘅有看到个样片都会提父母嘛，提父母，还有一个有咧算属于精神方面咧，就家乐医院，也系体外上方，所以家乐医院也有咧患者。我89年，我出去照顾到目前。哇！以前冇样的福保，一般的是大数的福就福保嘛，政府不呢，支付的
部分都唔是，唔是负担。然后后因为已经呀从开始精神无稳定，无稳定，另外管伊个见哦，因为伊要攻击人，要打人，要抢人的东西，所以伊都爱呢安排比好些。喺医学上来讲係精神障碍啦，係障碍係，但是呢一個醫院一個地步嘅工作人員、護理人員或行政人員或是主任甚至院長因為對我對伊嘅服務非常嘅認同，有時我有困難嘅時節，我也要去提要求，係，然後今日目前已經攏可以講，即個可以處理也成法基本嘅成法，即個做對打理嘅啦，係可以打理，所以伊又可以提我那都有前面呢照顧中心，而且可以治理，都唔是講提關提另外一個件即係表示講伊有改善佢嘅病情，嘅病情要越來越穩定嘅啦，係對，加起建國唔係愛心嘅照顧佢好爭啊！長期呢，十個人愛當要愛心呢，係啊。其實我藝上觀眾朋友大家嘛，當好奇都想愛了解講，讓辦嘅機會去接觸到，做嘅綜藝團來當天會向前來表演。好。一個部分是一個當年強嘅時節，我相信年強嘅時節，係40末嘅時節開始係咪？也可以安尼講啊。本來我就對安尼個有興趣，就是說社會事業也好啦，公益事業也好，或是講像今日講安尼客家莊，做一個。客家嘅傳承，個萬善啦、建築啦，想講陶錢啦，拜祖啊、安床啊，有啲機會，有啲演員，有啲師傅，都帶起乜嘅機會、乜嘅演員，乜嘅時間，個點請入去做成立個亞洲綜藝團等下休息以後再過來講。好。客家莊嘅陶新陽過來，成金黃好嘅時節，媒人婆，就會接新郎新娘，出來我哋談下，點上。同人哋祖先嚟講。歡迎到咗嚟暗鄉風化嘅現場頭話都帶人講到秋子佢都帶樣辦嚟感染一個秋綜藝團應該係講唔係感染，係自家來成立錯嘛？係，差唔多係個過程係樣辦。多謝我哋主持人也可以講是一個演員，一個機會，一個演員嘅機會啦，有一年差唔多幾多歲時間？嗰當時一下差唔多行忙30歲，20歲時間，係錯韓國小嘅時間，錯因為係呢機會所以呢叫個一個朋友就講睇嗰個海邊啲了嘅時間藝雖講今日都講師傅嘅嘛以前我入來一個綜藝團呢一個概念嘛唔該師傅佢基本來買綜藝團嘅人出那個是那個是啦，那個是要彈琴啦，對，那個是但是他也係同樣有做嗰啲綜藝團綜藝團
啊，然后以安尼机会，安尼本来都有熟悉啦。哦，啊，个宿舍师傅迄咪讲，因为讲，阿秋，人上头强强哦，啊个安年强哦，啊个有才艺哦，要唱歌的哦，身材个当好哦，啊当要晒奶，迄咪安尼，因为你要成立做一个艺人吼，有相当的条件嘛，迄咪因为安尼，个同事，个师傅，师傅。本来都有人性嘛，吼，啊伊也顶下要讲嘛，吼，要唱嘛，要讲啊，唔要讲，大家都要讲啊，要讲，要唱，要跳，所以讲，口才唔要差啦，吼，啊，伊都讲，啊，你还没有兴趣吼，要做一个康乐队，啊，因为俺哋乡下嘛，吼，乡下讲，咩要做康乐队，吼，系讲康乐队啊，我讲，我唔是做歌呢，伊讲冇要紧啊，我来学啊，吼，啊，伊都调成同我讲，写头家要写毛笔字，吼，嘅对联，吼，客家庄要写对联，吼，啊，要慢线，慢线就要拖价钱1安步，就要来慢线，要拖标准，标准也要写标准。吼，啊，因为先生呢，毛笔字有兴趣，哈，对联啊，哈，标准啊，哈，拢可以安尼去甲写，吼。伊讲，伊可以来啊，同个天书吼，要建筑方面吼。早期的处理都从一开始，如果我迄个设计，吼，无法度好做。因为伊有做安尼吼，人家是无限无时间。啊，伊讲敢无同个天书好嘛？吼，规屯头家参详，吼，就同个建筑，吼，啊，也个建白果，建筑都是讲安尼客家人，吼，要讨心口，规妈妈爱教拜祖，做爱教拜祖，像讲祖先像路。啊，咱现在罗的祖先呐，祖先吼，历代祖先要来拜吼，所以伊要成立拜妈妈乡的祖，吼拜祖叫做拜祖，然后拜白公是黄春芳有所有白公东南西北的所有白祖，所有白公庙拢拜，然后太庙要拜，拜好时我来到安埔头。9点半开始爱俺的客家人的慢线，好慢线创业，哈，新阳公啊，还是讲讨心口的人呢，亲戚朋友，爱来拜一个天公，俺的客家人都讲拜天公，所以讲拜天公，一个都要有欣赏，要有欣赏。如果讲俺的客家人呢，人都讲欣赏，要慢线呢，吼，伊要唱线，啊，爱来。一个托标准。我哋，不过我感觉奇怪吼，就是因讲那康乐水的时间吼，佢表演都好啊，样板也仲个，听我讲拜该风俗的部分，拢全部要了解哦。系，因为因个康乐水样板是要安尼了解啦，唔係表演、跳舞、唱歌都好诶。客家装修啊呢？系，你一天都有安尼尝试。全部全包哦。系，安尼尝试。系，无人唔会嫌。因为所有的我哋喷到好势，所以讲慢线天嘅还要去掏钱，你用安尼客家八言来去掏钱，掏钱好诶，古来诶，攞拜俺哋祖先，香祖先香炉，攞攞嘅祖先，一拜天公听福书，一拜果堂才。俺哋堂下，伊都果堂都表示讲，果堂都系祖先，因一般讲的果堂系阿爸阿妹啊，那不是，没有，头前的时间，要提信仰公信仰，来提靠下容易之恩，每习惯他，耶路亚呢，安样无穷样，耶路拜俺哋祖先，拜祖先，客家庄的吼。如今呢，托信仰过来，哈，神经房，
金因为放电地金金黄，嘿嘿金黄哈，嗯金黄好的时节，媒人婆哦，就会接新郎新娘嘿，出来我哋个堂下，嘿，吼个七届新娘公的爸爸妈妈、新郎新娘，准备好个灯的系咪？等于是金黄的厝的。哦，金黄张厝，但是今仔是要请新郎新娘，出来个俺哋堂下，他妈点香，同俺哋祖先来讲，所以上见朋友咯，太来哦，来讨心求哦，安尼好命咯，唔讲解太来讨心求的，讨心求的哦，所以一边播个祖先，俺哋祖先吼，俺哋所有的祖先。安尼客家人就有呢太堂下嘛，一般拢有堂下嘛，所以讲啊，如果一提摇唱戏，个歌唱的因为迄亲像媒人婆啊，有冇？迄名媒人婆应该迄间媒人爱做的事情啊。如果一般是应该也是媒人婆铺分，但是俺哋做一康乐队，因为都要欣赏俺哋一乡。大方拢卖都出来，就讲啊，要安唱哦，前一年那提安唱哦。俺哋前来包大嘅时节，前一年都要过去哦。系啊，都来安唱嘅，唔也就来安哦。系啊，咱就安尼，安尼唔也讲到最后，迄个综艺团，迄全部包呢。文武全才，文武全才。按讲甲安唱哦，因为客家乡真可能嘛，唔记得咧吼。老一批嘅人都知啦，后生人可能唔知。安唱安样办安？客家人呢，信仰健吼，迄讲安尼信仰健吼，手毛一本呀，守护嘅。守护，做守护。唔可以入去，伊按背信仰讲，前面咧盘，又不能前一安步，前一步，两个人，一个人信仰讲嘛，另外一个人皮向下摔，伊都安藏安好的哦，所以讲我去安藏的时节，我去讲好话，两时今日，迄家条因为所以前都讲的啊。去说一下，我提安尼，今仔日拢安尼买安尼现成的嘛，床包嘛哈，白米安尼哈皮啦哈，个枕头啦哈，就一提安床，安床的时候，如果讲你去安床的时候，以前的人，古早的时代，从很装批，看好命的，譬如讲阿爷的阿婆，已經有90歲，但是呢，伊含迄講啊阿公含財，這個隔壁嘅阿公阿婆，行當好命，生意呢又個當，又個有成就嘅，你會請一個阿婆來去安床。今日俺哋康樂隊伊都係俺哋米咧一套整套嘅一起做。該我講安床嘅時節，我講嘛該吉利吉祥嘅花嘛。呀，安樣辦公，平常時安樣講。我提說好話，伊主家要準備所有嘅錢咧，床單啦、皮骨啦、枕頭啊，伊睇時俺哋都要提嘢咧，提俺哋要有3支香。3支香，然後有樣咧100斤香，100個金。蘇金，蘇金，那俺哋先點3支香，迄時都一提一房間，先用鹽米，放個半方，一提嘢，嘢啊，然後嘢係咧時，俺哋都嚟點，安尼辟邪，炒3支香點好嘅時節，俺哋就我哋體驗嘅。俺哋提安的時，俺哋都有講，今日兩時今日好安床啊！新郎新娘雙雙對對哦，萬年富貴，早生貴子。本俺哋老虎呢，添丁又發財哦。非常嘅吉利嘅花哦。那俺哋儀式做好嘅時節，俺哋花說好話的講好些，俺哋都開始把鋪子、床單。被枕頭擺好勢，安尼都完成。
然后那伊按背如果有新郎，另外咧，浸男个伊撒来衰啦。系两个人强。通常拢係浸新人嘅，錯冇？係也講蠻無限制。也每天咧。每天嗬。最忌讳嘅，最忌讳嘅是講唔好有守護嘅。哦，冇做。嘅生肖嘅部分要注意啦，其他唔可以浸抹殺嚟強下來衰冇幾好。還有一個，伊咧重點要講，今晡日來討價嘅新郎講，係沒有迄客家人要有講啊重蹈。哦。乜個上燒？上燒做唔得重蹈啦，冇重蹈嘅上燒攏做得啦。係，啲都係苦嘛，啲要就上燒嘛。上燒，因為伊。出界上燒，男外上燒要重蹈嘅上燒都做唔得啦，安尼啦吼，係，實在好也要當到嘅學問吼，所以阿秋子吼，樣板做啲才個新鼻樣吼，按出名吼，難怪人哋話看到阿秋子佢講嘅，哦，按好糖嘅花都啲嘅吼，啊到底呢阿秋子佢佢講下萬30歲都參與也嘅行業，來做嘅綜藝團。做廿幾10年來吼，20年，20多年啦吼，20年嘅時間吼，好定係冇講30年，安尼都阿秋子講都聽落嘅，20年吼，到底係樣板見過嘅，定家長來講。我哋建築嘅前一日都愛身體疊對聯，雕彩球，我哋攏愛嚟送伊啊，對聯也係送伊嘅。阿哥也個彩球。歡迎到咗嚟暗鄉風化嘅現場哦，聽下台灣呢，同阿秋子嚟講到，阿秋子佢嘅綜藝團哦，講到嘴哦，其實呢係包羅萬象嗬，各項東西都愛服務啦，係個安床也服務，人結婚啦，愛乜雞啦，哦，愛個車神啦，萬神乜雞都愛做到嗬，一個長講20年來嗬，喺當中個。cái câu chuyện一樣，應該喺台灣咪看到你嘅影片當中啊，唔講到生意當好嘅時間，一張嘢10個場嘅，係咪啊？嗰當時係經濟當好係咪？係，經濟好。但是嗬，客家莊喺做嘢方面，我都要講嘛，嗬。一個做康樂水，包青島。係啊，包山包海呢。係，然後買個落嘢，移民鄉親都係移民呢，所以會可以俾人哋服務，所以伊能要講啊，係咁嘅。哦。係，所以講今日哈移民環境，嚇少子化嚇，經濟也講冇咁好嘅，也所以就種種嘅原因，當然也個可能對。會比較個下坡些些，也冇按到啦，尤其哦，看態度是看唔到，人狀態還個看得到嗬。我係想講，近20年咯，伊開始嘅時間，應該當時係接嘅生意係樣板，係一場接過一場也係嘛。其實當時開始做嘅時間，講差不多20年，它是其中是冇暗藏嘅時間啦，因為當做嘅時間認識嗱。你前面呢2年、3年，攏冇乜嘅講啊，開好嘅生意啦。但是作為幾年過後，那麼感覺講，伊人哋有看過人哋體重度嘅做過嘅，所以那麼講啊，以上個介紹，或是講啊，以上我哋請人哋，是慢慢生意按嚟好好來。並唔係講啊，一下做冇，因為樣嘅東西嗬，真是都講啊，真是嚟讓人哋父母主導，嚇對聯哦，寫篇篇哦，送篇篇哦，疊篇篇哦，要提調比好些哦，因為自家有嘅人唔啲，左篇右篇。唔對點來用。哦，做。所以我哋雖然講我哋送一個目前嘅對聯比，唔過呢，嘛是愛一個提寄託，冇咯我
一般哦，拢家家安尼是父母叠庇护师，安尼紧住的前一日都爱身体叠对联，雕菜球，我们拢安尼送伊啊，对联也还是送伊啊，阿哥也个菜球也还送，拢免费的啦，免费的，嘿，所以讲啊，做安尼工作，目前规模爱后生人学。后生人也后生人嘛唔晓的啦，吼，唔晓得的啦。系，所以讲啊，一直在客家天台做，也个客家的传承的工作，吼，我又教迄个万新的师傅，吼，我目前又教咧万新的师傅。后生人系咪？后生的，吼，所以伊面安尼想讲啊，我哋客家人呢。也所有的文化，而且传落去。但是问题是说，俺的经验要传落去，无一天呢爱学啦。好啦，也后生人有的人唔爱学啊。系啊，所以讲啊，俺的爱传，系咩人呢愿意学？啊，像俺的当初我哋行业条路的时间，俺的像我哋拜托师傅哦，爱请师傅教哦。伊面的东西吼，有时间俺的客家真是都无穷样的，真是俺的客家文化吼，所以讲唔像今仔后生人，伊每天每屯也个学业方面。错啦，错教育，也都要有兴趣的人。其实后生人佢讲，我对客家传统文化，从细汉到数到阿爸阿妈、阿公阿婆，佢都有个影响。我讲，我对客家文化非常的重视。我感觉讲，我想学，拄好又拄到像阿秋子。按熟悉、按了解的人，佢都会基本上透过人嘅电视嘅节目吼，播送出来以后吼，我相信吼，当到嘅客家乡亲吼，佢想讲，我也来，我也冇上去学，唔係做得么？就只敢做得书记啊，就做徒弟。可以啊，可以，我愿意，因为我因为讲我哋客家，所以今日我拢睇沙器，也是讲睇上方，我做。我像佢爱愿意做安尼客家人的安尼文化传承。传承的时间，因为今仔可以讲，要慢慢的一件拢无啊。错啊。像安尼客家人爱土心球，爱有雕的门帘头前的铜姜擦。啊，铜姜擦。铜姜擦。铜姜擦它有咧圆圆的铜枪，佮有太学树。有插，又有剪刀，吼，呢种个咧客家人拢有。代表嘛个意思？伊个地杯配位意思讲吼，伊个有个呢太学树吼，他个地杯，还呢他拜个生意呢，拢要改要读书。所以你听我讲的，该都会讲，铜枪擦嘛，吼，该都会认为意义讲安尼咱又雕个铜枪擦，要卡个生意呢，小学的，以后都当要读书，要当要成秋都出来。错，那所以讲个咧客家文化传承，它一面咧呢所有的。拢有呀意思，所以莫讲那唔掂呢。好安尼啊，你们唱啊，啲土本样嘅时节都冇呀，咁嘅同样拆啊。係啊，那人嗱可能你北鋪冇吧，南鋪就總鋪，嗌哋個總鋪。總鋪。係。以為吼其實吼攏流傳嘅時節歌唱吼，以為攏小識聽嘅。係。阿公阿婆那冇教吼，佢拉嘅啦，嘛計都唔掂嘅。而嘅客人個熱台筍嘅啦，更加唔掂啊。錯冇？像人家客家莊較適種嘅客家莊，屏東要當到規個莊口攏差唔多90%嘅人攏係客家人，咁客家莊都較有一種嘅傳統嘅文化。所以講啊，客家莊嘅各村各個蔬菜嘅所有嘅嘛是無共樣。無共樣，如果屏東綠隊吼，你看像新比迄嘛。哪一隊？中隊嘛，中隊，所以講唔像中隊，安尼同安尼隔壁村咧一個家棟，就個一個習慣啦，風俗啊，嘛個路各唱。
拢冲，强用啊咧，走。所以讲啊，安尼客家所有的安尼，几多安尼，古老的，无法度讲传承落去，怪可惜。哦，有样，介都系爱像阿秋子安尼什么人吼，留解客家文化传统文化传承下去。蒙亚台吼，亚台也无传承，下一台人、下一台人都唔晓的啦，都消失的。同安尼主持人讲，下摆挨来天师台做传承。好啊，有一只机会当然好啊。对，我一切爱睇爱沙去，或是讲爱嘅故乡，吼，爱做个上个本业个后生个吼，来做一个安尼客家吼，所有个吼老古板个吼，一直传承落去。做下做啊！我今仔嘛听我沙去，我嘛同我理事长讲吼，因为我想讲啊，嗰多好人才吼，都无法度讲啊来去培养方个。像个主持，看一个客家主持，算啊有限公司，係咪？主持人吼，唔係有安尼咁講嘛？吼，我哋客家做主持嘅，係算啊，算得出嘅人。所以講冇嘅。數字條算得出來呢。錯㗎。有樣。所以講我講吼，做客家主持人，尤其我睇我安尼地方，當時。我了解地方嘅文化，當地人吼，佢嘅生活嘅習慣，生活佢嘅流行物件，叫做從事物件，皆愛當地呢，好冇？所以講安尼客家，所以我嘛是講，我真想我哋培養一個客家安尼主持人。看配音主持當簡單吼，雙重語言這樣發覺吼，確實咯有當到困難的地方，因為那知識的地方冇了解，認識冇那多的時間吼，該有時都轉唔過來吼。到底吼也過程當中，秋子吼，其實也20年來該過程當中，有乜該本佢也佢印象最深的，有嘅發通啦主持該印象最深的，韓國有個藝地吼，秋子吼，佢嘅老公吼本來。福佬人呢，二老佢動腔哦，來去教客家話，教到尾講客家話，看唔出來佢係福佬人呢。對啦吼，休息幾個鐘就講。好，來嘅是唔係普通人，出開都係一個法官、檢察官、書記官。唔講其他人客都錯嘅啦。錯，好像到咗阿香風化嘅現場哦，台灣同阿秋子就講到吼，其實呢，佢阿秋子要當熱心，想去傳承，也吼係講潛模嘅後生人哦，想去嚟接啦吼。當然也係考慮到講也後生人哦，像佢嘅平盤嘅神秘哦，神秘嘅地方買種下嘛，種下後生人哦，有嘅人。佢想講，哎呦，我去太都市來賺錢，冇可能留在該當地，也係最困難尋到人才嘅地方啦。就是唔啱講愛該傳承哦，其實哦，該節目播送以後吼，有人可能要來報名啊，都難講我幫忙來尋人才，去來同國市嘅人啊。過程20年嘅過程，要乜嘅主持嘅節目發通哦，讓印象最深嘅嘛。我記得啊，有一年啦，吼，我記唔得那叫啊，有一年咧做到一個法官嘅家屬吼，全家攏是法院嘅人咯。我記得一年咧，嗰什麼60種族吼，來嘅吼，搶到60種哦，60種族，來嘅是唔係普通人，出開都係一個法官、檢察官、書記官。唔講其他人客都錯嘅啦。錯，像他也家屬，因為親戚朋友嘅吼，
因为是酸啊，伊个米种作用伊看嘛吼，伊迄种米种作用有咧排。哦，错。吼，讲南方亲戚，北方亲戚。嘿，亲家车妹吼，啊是讲啊，伊花莲呢发现呢，哦，台东发现呢，哦，台中发现呢，哦，还有嘉义、台南的所有发现呢，我感觉我入哩哦青苔。因为冇做过安胎啊呢，床的床面，床面打个胎的是含油啦，就是讲来年下，按油条面的人，个铁树的，个铁树，那俺的讲法就没有别讲哦，而且伊自家有本那个事先那功课，做嘛个？准备嘛个？啲长溪啊，按样做，红地毯行出来，用伊接新郎新娘啦，个歌唱诶，伊开始的时间有可能新郎新娘吼，应该迄伴郎伴娘吼，男宾相吼先出来嘛吼，男宾相个花童怎个出来，咱个呢可能有诶吼，迄某个同佢阿爸牵的手，交本新娘，交本新娘迄样啊，那是你主持人嘛是要提配合，错啊，因为我等于说讲安尼，等于讲安尼讲，我是讲安尼今仔有请诶，花童生出来，还有男宾香、女宾香，伴郎伴娘，拢一的的，然后新郎新娘，咱爸爸妈妈，个亲家车妹，安尼所以一个事情。这事前，准备工作，对嘿，我在伊妈妈结婚前2年，我都去做功课呢。因为怕是说讲啊唔讲错，我哋后尾讲，同人的场面做唔好，伊一生就会100。错啊，嘿，所以讲啊，本身要先做功课，伊前2年伫做功课的时间。伊也要同来讲，因为今日哩不单是爱主持，还另外有很私密的小姐，同配合的啦，同配合的，还是爱唱的歌手，爱唱的歌手。你都唔是强啦？冇，伊那个呢，伊那种的吼，不唔要讲啊，伊讲做鬼安尼，他。就是出来赚钱嘛，你看野台戏的嘛个吼，咱弄做那个都是你要去切假去哦，去体重新筛检。我了解过。系我也细妹，他伊的水准有600毛，伊身材有合面的，伊的意思嘛，自家意思嘛，然后伊安尼气质。表现的出嘛，安冲师哦。嘿，然后最后最终呢，是一般人在做舞台的事，像我们都是唱我们舞台的散户嘛，不是一般的像我们一般的场务嘛，错。所以那也是在 open，那种场面也是在做 open，错，一般的外场都有做。就像也条也做外场吼，来看弄个搭个棚个个茶，迄咪用大货车、大卡车拆开以后，错无？其他包包以后都一台茶4年都拖拉股都投这位。系啊，是啊，种。该外场怎安尼做？外场那做，所以讲啊，伊也屯的要屯主家，去提交通，所以我就感觉讲这个。迄个一个做一个综艺团吼，一个最太怀念啦吼，也个值得怀念嘛。俺哋有法度讲去做到，安好的世界安尼，家庭呢吼，那表示讲阿秋姐得到聘人嘅认同，讲应该是吼一个还可以嘅，而且伊一直强调咯讲吼，俺哋客家人呢。客家主持，
错，也当春节吼。嘿以后出去人家主持人应该是，人家主持好多话的该创，唔捌做咧讲，爱迄行人。嘿，错嘛？按做咧创客家歌啊，创山歌嘛做对啦。爱韩国有一个问题吼，请问都会讲阿秋子，爱感觉总想要了解，通讲吼，也老公系好多人诶咧，嘿，啊也佢当要讲客家话，完全讲客家啊。嘿，啊，爱万信爱讲客话，嘿，托标状爱客话。哦，佢嘛有咧主持吓，伊也主持啊，哦，啊伊也万信啊，伊嘿，也做先生啊，嘿哦，哎，伊做先生啊，啊，佢用办法喺五楼去搞吗？啊搞啊，嘿，伊有时讲唔要做呢事嘅，伊要问挨啊，哦，哎一开始呢，一开始好嘅时间嘛，哎呀好，啊好，伊挨哋佢很有呢讲挨哋有法度讲啊，伊咧老先生，嘿，好出家始终哎来请挨哋两个人吼，啊讲啊，哎哟阿秋啊，我做野兔啊吼，俺哋客家人，而家係佢好嘅阿伯，吼，哦已經亡身咧，伊都講哦，我一天吼，我學俺哋客家嘅所有嘅傳承去，因為伊嘅生意冇食，所以講伊願意幫俺哋所有嘅老古董嘅書，佢啲嘢全部都教本都出嚟啦，然後伊該都係人嘅貴人，係俺哋貴人，係，然後伊會同人哋講，萬事呢事，托標種事，並唔係人哋今日講話呢，拍嘅話嗬，係是要萬事，呢托標種冇強用。哦，誒，所以該當時係同野老公強下同時間學到出嘅，係，啊，因為佢嘅客話部分係唔能夠爭個搞佢啦，係咪啊？伊會講，但是有時間講唔會準。哦，講唔係準，有時隻伊無法度專業語咩事嘅，人哋咧哋講，亦係愛安尼講，唔係安尼講。衝擊下人嘅來社會曉講客話冇？會啊，冇嗬，也嗬當衝擊人咧，有啲人嗬講，嗌加半好多人嗌加半客人嗬，爭會講客話，啊那加半好多人嗌來冇都唔曉講客話，其實嗬人嗌感覺唔係理由，應該嗬喺時常同佢講。哦，細漢時就從佢講，到開漢以後都地講，客家話嗬，其實嗬，個傳承嗬一看。阿爸係咪有個心喎？像阿秋子嗬都當有心，佢講，佢個扛到水啦，佢個扛到團嗬，綜藝團嗬，希望哦以後有人嗬做得傳承，佢也嗬結天嗬，愛留嘢，佢啲嘢全部傳承下去，也希望後生嘅朋友、觀眾朋友嗬，那有個興趣嘅時間嗬，夾來報名嗬，阿秋子佢講，佢當願意來教大家啦嗬。哦，根本呢因為時間嘅關係嗬，也非常感謝阿秋子哦。今日講到安度，讓大家哋講，原來哦做佢嘅綜藝團嘅主持人嗬，確實係冇簡單嘅事情，因為哦了解安度，唔係講乜講法都做得了，唱歌嘅講法嘛，嘅客家嘅風俗攏愛知哦，也係非常冇簡單嘅。今日非常感謝阿秋子嗬來到節目當中講安度，希望呢以後嗬非常嘅順利，做得簽到唔嘅土地啊，唔嘅事業啦，嗬。感謝，多謝。多謝主持人，多謝我哋鄉親。感謝，暗鄉風法，下次見咯。謝謝。謝謝。